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3篇，哈巴谷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，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，13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可靠。一个基督徒要热心，但也千万不要随意特别是在面对答应别人的请求的时候，千万不可以信口开河。因为当你答应别人之后呢，你就开始亏欠人了。要答应人之前，可能有几件事情要先问自己啦：我是不是真的甘心乐意要这样做呢？第二个是，我真的做得到吗？再来要进一步问说，我这样做是帮助人还是害人？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假象给迷惑，比如说别人的称赞面子问题有时候更严重是害怕。所以基督徒要小心谨慎，要思考上帝要我们做的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呢，紧紧的跟随上帝，不要成为那个不可靠的人哈巴谷书第2章5节到11节，那先知这样提醒以色列人：财富是不可靠的，贪心的人狂妄，不得安宁，像死亡一样，永远不会满足。他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，原因就在这里被征服的人民要咒骂他们说：你们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，你们要遭殃了。你们借追讨债务发横财要多久呢？在你不知不觉当中，你这征服别人的要成为负债的，要被人强迫偿还高利。仇敌要来扰乱你们，他们要劫夺你。你曾经抢劫许多国家，现在那一些劫后余生的人要抢劫你。因为你杀人，你侵犯了世上的人和他们的城市，你遭殃了。你以抢劫使自己的家致富，你在高处筑巢，想逃避灾难，但是你的诡计使你的家蒙羞。你毁灭了许多的国家，自己却招来毁灭，连墙上的石头也呼喊攻击你，栋梁也一起响应。上帝是信实的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他必定要赐下救恩，如同彼得的信仰告白说的：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圣经应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，就必须要领受上帝的救恩，因为他是信实可靠的，应许就必要成就。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，13节到21节告诉我们：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女。如果我们爱一个做父亲的，他也一定爱他的儿女。由于我们爱上帝并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他的儿女。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上帝，他的命令并不难于遵守，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胜过世界。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。谁能够胜过世界呢？只有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才能够胜过世界。我写这些给你们，是要你们知道，你们信奉上帝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确实知道，如果我们照实他的旨意求，他就会垂听。既然我们知道他是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，他就知道我们向他所祈求的，他一定赐给我们。如有人看见弟兄或姐妹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他应该向上帝祈求。
上帝会赐生命给他们，这是指的那些犯下不至于死的罪的人所说的。但是有一些罪会导致死亡，我认为你们不必为这种罪祈求。一切不义的行为都是罪，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继续犯罪，因为上帝的儿子会保守他们，使那邪恶者不能再加于害于他们。我们知道，虽然全世界都处于那邪恶者之下的管辖，我们仍然属于上帝。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，而且赐给我们理解力，好使我们认识真神。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面，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，他就是真神，就是永恒的生命。孩子们啊，你们要远避假神。世人要追求，当然就要追求那可以依靠的真神，千万不要随意抓。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。诗篇第3篇，上主啊，我竟有这么多的仇敌，这么多的人攻击我，他们谈论着我说上帝不救助他。但是上主啊，你是护卫我的盾牌，你让我得胜，使我抬得起头来。我向上主呼求援助，他从他的圣山应答我。我躺下，我睡觉，我睡醒起来，上主都保护我。纵使有千万敌人围困我，我也不怕。上主啊，你来吧，我的上帝啊，救我吧！你击烂我所有仇敌的面颊，敲掉了作恶之人的牙齿。胜利从上主那里来，愿他赐福给他的子民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帮助我们坚定信心，在面对困难当中仍然临危不乱，紧紧地抓住可靠的上帝，离开不可靠的偶像，就必要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